续来到云林的虎尾，讲有袂少虎尾科技大学的学生，拢甲机车停伫个民生四路双边的私人土地，刚挡着路，参救护车嘛无法度入去。啊，居民所挂的抗议的布条嘛，互偷偷摕掉。居民则不满，要甲学生起口角。啊，学生嘛真无奈，讲真正是无位，才会停伫个居民的门骹口。啊，虎尾科技大学嘛出面来驳回，讲这个停车场的工程后个月就会完工。两个查甫人鬼鬼祟祟来到虎尾科技大学的围墙边啊，甲一条私人土地袂使停车的布条拆落来，放伫涂骹了后，赶紧走闪。代志发生伫10号暗时9点，挂布条的就是这条路。地点就伫云林虎尾镇民主四路附近，路的两边落雨，乌托摆占满满。虽然路里画白线，不过这毋是公共停车格，是附近住户的私人土地。这安尼40几年，拢是因衰咧甲民咱交了。啊，这目睭无看，你出来行路唔敢出来呢。居民无奈讲，这条路的土地所有权是附近住户共同持有，为了方便通行，才开放人甲车进出，想要到互学生当作是免钱的停车位。因为每次他在这边规劝小孩子的时候，小孩子甚至于讲三字经。我妈妈88岁了，大家将心比心。大概在几年前，救护车进来，王伯伯生病了，救护车进不来，大家情何以堪？想到哪讲哪后天，虽然学校伫围墙仔顶头有搭行人矮袂使停车的牌仔，不过效果真有限，住户敢若会当家己挂布条抗议。然后那个停车场拆掉了，对，那边停车场应该那边有停车场，啊拆掉之后，没得停这里。不过学生嘛认为学校边啊歹停车，附近停车场整修了，想要上课敢若会当停居民主体门口。所以我们已经有在跟厂商协商说，机车停车位的这一部分的工程，可能务必要尽快加速完成。之后嘛，甲科技大学来发话，希望学校甲边的门关起来，甲安静的生活献互因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